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脸怎么了？啊，哼，工伤。昨天晚上对李新月干什么了？什么？我对她做什么？像她那么彪悍的女人，我能对她做什么？我倒替她做了回保姆，又替她清洁，又替她打扫。我说实话，我在家都没做过那么多家务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那个李新月确实是有问题啊。发现什么了？其实吧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白领，每个月呢就挣那么多钱，除去房租以外，基本上都剩不了什么。如果赶上扣奖金的话，她可能连房租都要拖欠。但就这样一个人，她竟然能去那么高档的拍卖会，她不仅去了，她还拍了，她不仅拍了，还拍了全场最贵的一幅画，不合理啊！我们问过主办方了，当时呢，他是以财务公司赵老板助理的身份去的，等于是替赵老板买画吧。而这个赵老板的财务公司呢，实际上是放高利贷的。我们的人去财务公司排查，赵老板亲口证实，李新月在3个月前借款300万。她穷疯了吧？她竟然借高利贷！找找看，看看这300万中间有没有什么非法交易。还有啊，前贩毒集团的那个辉哥也去了那里，跟他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我明白。冯队，冯队，看我的眼睛，怎么了？我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不打算请我吃顿好的？吃什么吃？吃了也不长肉，浪费。哎，这是我连夜做出来的设计方案。我们的软件之前之所以没有人关注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创意不够好，点子不够新。不是，咱们这个预算，哎呀，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创意，好的创意就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用户，我们就可以挣大钱。你们说说，创意怎么样？房车旅行，这点子够新潮的，我都想试试。你们听听，可可就代表了女性用户。旅行的目的地是哪儿？香格里拉，怎么样？听起来不错。好，既然大家都认可这个方案，那我们开始动起来。可可，你负责人员的招聘；Tony，你负责制定线路；Jessie，你负责完成整个设计。除了我们公司本来的 VI 设计，还有加上房车之旅的效果图，全部要出来。愣着干嘛？
动起来啊，快！怎么样？咱们要成功了。成功，成功。成功需要几件事啊？房车从哪儿？体验者从哪儿来？路上的吃喝住从哪儿来？还有车子的保养和维修从哪儿来？你看看这儿啊，这车都不是咱们的，除了这间办公室，现在没有一个地儿是咱们的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钱从哪儿来？我会想办法。那您呐，先想办法啊。没问题啊。问题很大啊。没问题。醒了？我怎么在沙发上睡的？是啊，你自己非要赖在沙发上睡的。昨天晚上我怎么把你往床上拖，你都不去。昨天晚上？啊？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我也是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喝多能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。是我把你扛回来的，结果你呢吐了我一身。你怎么知道我喝多了？你跟踪我？我有毛病，我跟踪你。我出去吃宵夜，回来以后看你走在我前面，走的那个歪七扭八的，一看就是喝多了。然后到楼梯口的时候呢，你扑通一下就栽倒了，那我能怎么做？我只能扛你回来了。你谢谢了。嗯。你脸怎么了？哼，问得好，你回忆一下。我打的。那你说？小鱼完了！赶紧起点！啊，掉下！哎，不许动！掉这鱼了，一条大鱼！好了，掉完了，没掉完，不许走，没掉完，钓鱼，大鱼，一条大鱼！好，钓上了啊！啊，好了，接着钓，钓完小鱼，钓大鱼。又是一条大鱼啊，又钓上了！哎呦，厉害了！我最厉害了！最厉害了！哎呀，最棒了！最行！别走啊！钓鱼！我的大鱼！我要吃大鱼！不对啊，我好端端打你干嘛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你是不是趁我喝醉了想占我便宜？我帮你换内衣了，你检查一下。快，赶快检查，赶快检查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就脱了一件外套，还是你自己脱的，一点没碰你。不过我要警告你啊，以后晚上出去喝酒，啊，不要穿那么短的裙子。我裙子怎么了？太短了，着凉了。新月，到我公司来一下，有好事儿。丽丽，赵老板，哎呀，你可来了，来，坐。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哎呀，全是好事儿。哎呀，你这一出手，就帮我挣了1000多万呐，我真是太爱你这个人才了。您过奖了。来，把字儿签了吧，本金我已经给你划了啊。来，在这儿签个字。好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丽丽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上我这儿来工作吧。
年薪100万，税后啊，这是刚起步。赵老板，谢谢您的好意。我呢就是个小白领儿，每个月8000块钱工资就足够了。有多大脑袋戴多大帽子嘛，是不是？行行，那工作这事儿呢，你再考虑考虑。不过接下来这事儿你可不能拒绝了啊！什么事啊？我要给你一个小奖励，地中海10日游，游轮出海，就咱俩。谢谢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时间，一直要上班呢。怎么又拒绝我呀？行，那这事儿你也再考虑考虑。接下来这事儿，你不用考虑啊。楚大师想见见你，非常主动的想跟你聊聊。楚大师啊？楚大师要见我干什么呀？我一个无名小辈。赵老板，我胆子小，我可不敢跟名人坐到一块儿。你必须去啊！我都答应楚大师了，你要是不去啊，这不打我脸吗？赵老板，我最近真的很忙，公司要加班，最近是旅游旺季，几乎每天都要加班的。哎呀，丽丽啊，是不是当初借那300万太容易点了？那行，咱们说定了，我约楚大师，约完之后我通知你啊。赵老板，我是真的没时间。再说了，你必须得去，你要不来，我可跟你不客气。我这手段多着呢。学法语。冯队，李金岳家发现夹层画，楚鸿飞回购的那幅画可能会有问题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 Rumby 做的那个文案被审核通过了啊！你说这设计再好，也比不上人家关系好吗？倒是辛苦你了，改了5稿，最后就被这 Rumby 1稿给取代了。没事，继续努力干吧。我可不稀罕搞关系那一套。也是，咱没必要为这个生气，干多干少还是那点薪水。Robin， 哎，主管，昨天晚上辛苦了，你连夜赶的这个设计非常的漂亮。喏，你的奖金5000块。下个月的房租不用愁了吧？谢谢主管，我一定再接再厉。这就对了嘛，不像有些人呐，好高骛远。干嘛你？去排毒。喂 ，Kevin。丽丽，你下午有空吗？我有个新的创意，想说给你听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好。
来来来，都来一下，坐。怎么的？楚鸿飞那边你们去了吗？鉴定科的同事已经去过楚鸿飞的画廊，发现他回购的宝贝是假的。确定吗？确定，跟之前的图片有出细微的差别，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。宝贝是楚鸿飞画的，赵老板花高价把它买走。李新月家里发现有夹层的话筒，然后楚鸿飞又花大价钱把假画买回去了。这帮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呢？没有人会比楚鸿飞自己更了解他的画。既然他能分辨出那张画是假的，但是同时又不报警，那说明他肯定有什么相隐瞒。小刘，你去盯紧了财务公司的赵小军。是。李新月那边嘛，小天，你要继续跟进，一有情况马上汇报。OK， 散了。假的被买走了，真的会在哪儿呢？哎，丽丽来了，来，请坐。我帮你点的拿铁，这家的拿铁完全不逊色我在意大利喝的。是吗？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哎，也没什么事儿。你看过电影《罗马假日》吧？看过啊，我是赫本的影迷。太好了。我记得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这么写的：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独特之处，让人难以忘记。罗马，不管怎么说，就是罗马。我将永生永世珍惜我访问此地留下的记忆。对，就是这句。哎，因为这个电影，罗马被誉为爱情之都。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景。有很多地方可以媲美罗马，所以才有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。我倒是曾经因为一个人而害怕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听起来有故事，说来听听。香格里拉是我这辈子最想去的，也是最怕去的地方。我记得你在留言里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关于香格里拉的传说，让我记忆犹新。是日月同辉的故事吧？太阳的儿子次日和月亮的女儿暗月，他们都会不定期的同时出现在天空里。为的就是提醒和保佑恋人要相爱相守。这个传说太美妙了，丽丽。我不知道香格里拉让你有什么样的回忆，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如果有一个人愿意陪你去旅行，那么一个人的黑夜孤独，就是两。
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样吧，我回去给你做一份计划书，如果你觉得可行，我们再继续往下推进。好。虽然现在我的启动资金还没到位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解决。丽丽，谢谢。谢谢。冯队，哎呀，不知道您今天能够大驾光临，让您久等了，真是失敬失敬。您今天过来是想赏画呢，还是有别的其他事儿呢？哎呦，你们这画廊不是在我们的片区管辖之内吗？啊，所以呀，我就过来随便转转。啊，我不知道楚先生欢不欢迎我？欢迎欢迎，当然欢迎。楚先生，前段时间你那个宝贝卖出了天价。这让我们警队呢也是倍加重视，以后咱们可得多保持联系，避免出现问题。是，冯队说的很有道理了。您看，我们现在整个画廊里头都装了一套最先进的防盗系统，而且呢，我还给所有的画专门都上了保险。好啊，好啊！如果每个商户还有会馆都有这种意识，那我们警察可真是太省心了啊！朱先生。你刚才说那个保险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保险我是让我的手底下的人去办的，就是最近几天的事儿。那就是说，是把那幅画买回来之后的事儿。啊，是。我们画廊原来呢，确实是在安全方面疏于防范。这幅画买回来以后，你也看到了，装了最先进的监控系统，也给画上了保险。双保险嘛，理解。哎，朱先生，这幅画作在展厅里吗？哦，没有，这幅画我重新买回来以后，我给收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您知道这幅画被拍卖出去以后，我又自己花钱给它买回来，可见这幅画对我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。理解了啊，看看啊。哎，朱先生，你敢肯定，你重新买回来的这幅画作，还是原来那幅吗？是原来那幅画啊。冯队，我没听明白您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也没有。职业特点啊！好，大飞 ，boss， 你可回来了，叫大家开会。开什么会？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们都在呢，我正好要找你们呢。让他们几个跟你说。楚总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我们没法陪你继续走下去了。我们现在继续待在这里，对您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负担。
今天来的够晚的，不像你啊，以前说飙车，你可到的比谁都早。公司有点事儿，耽误了。看看，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。哎，要是遇到什么困难，说出来，大家一起想想法子嘛。啊，这是的，还有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哎，哥儿几个说对了，我现在就是遇到钱的问题了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投了一个旅游 app， 用户体验和内容做的都不错，而且我做了一整套的宣传方案，现在资金链断了。什么？你家还缺钱？你家不刚卖出一幅画吗？你又是不知道，我爸妈本来就不同意我自己搞产业，而且我家那幅画啊，我爸已经决定要回购，家里的资金也很紧张。怎么样，哥儿几个手里有没有闲钱啊？借点给我，大不了我给你们算投资，挣钱了给你们分红，怎么样？凯文，说实话，你这 app 做的人太多了，我根本看不到其中的独特性。再说创业嘛，马马虎虎差不多就得了。哎，建议还让我劝你啊，回家接手画廊才是正经事儿。你需要多少钱？打算怎么做？100万。我准备做一个房车之旅，从上海到香格里拉，这个创意怎么样？不是，国内线路啊。现在国内的蛋糕都被分得差不多了，你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源，根本没有胜算啊！废什么话，借不借吧？爱莫能啊！我也是啊，我也是。我呢，对你的 APP 实在是不感什么兴趣，倒是你那辆车，我倒是挺感兴趣的。你要是说让的话，我愿意出这个。考虑考虑。看看，你的道理，你的理想，换不来钱，你需要资源，而你的资源呢，就是你家里的画廊，所以经营好画廊才是正道。走，我们继续嗨，嗨去喽！
怎么来了？你快下去！你不下去我走啊！走走走，下。金小天，你知道你有多招人嫌吗？我知道。怎么还不到？好了，不要再唉声叹气的了，好吗？看看下面的风景也挺好的。跟你在一块有什么风景可看？不是你没觉得从这里望下去挺浪漫的吗？浪漫？哼，你把所有浪漫的风景都给毁了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应该活泼一点，是不是？凡事开心一些，日子不就是这样吗？开心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。你懂什么呀？瞎说八道。不是，我是好心劝你，反正现在就咱们2个人，对吧？平常也没有机会跟你好好聊天。我知道你好像有什么事情一直在烦着你。你要是实在觉得有点郁闷的话，你不妨说给我听听，或许我能帮你。能帮到吗？虽然我这个人啊，可能让你觉得烦了一点，但是只要我力所能及的，我一定会帮。真的？真的。我还真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。你说。你能从我家搬出去吗？帮我吧。真是个无赖。怎么还不到啊？哎，我们要不要拍个照合影一下？谁给你拍？这废话嘛，到了我不下。你可以再做一圈。金小天，你今天晚上必须给我搬出去。我手里现在拿的是一杯超浓度硫酸，如果你不搬走的话，后果自负啊！你笑什么？你以为我不敢帮你啊？不是，我就是笑一下，你别管我。无聊。
欢迎来到盛夏小姐姐的艺术生活资讯。前几天啊，我带你们参观完那场名品拍卖会之后，你们有没有对这些名家画作更加的感兴趣啊？今天呢，我就带你们来到了著名的红坊画廊，这里陈列了好多当代大师楚鸿飞先生的画作哦。我来带你们看一看。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场拍卖会上拍卖出了850万高价的那幅作品？那天就有宝宝说好想看一看这幅画长什么样子，夏夏跟你们一样也好想看。但今天到了这里啊，我才听说那幅画在身价暴涨之后就被收藏起来了，不再对外展示，好可惜哦。而且啊，我还听说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，就是在拍卖会过后啊，楚鸿飞大师又高价把这幅画回购了回来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夏夏和你们一样都非常的好奇。今天呢，我就来看看有没有机会采访到画家本人了。这里私人画廊禁止拍摄，请您关掉机器。我做直播，我跟你们做宣传啊。画廊都是名贵画作，不需要您做宣传，谢谢。